台语真认同，愈讲愈认同。大家好，贵边。大家好，我是文酸。前几礼拜有人册社团内底一个破文伊足红的，伊就是讲啥物台语，然后有老一辈的人会讲。也毋讲我其实看伊迄1万几个老话，遮尔侪人老话，我看了，我感觉足奇怪。既然是老一辈的人较会讲的，你即摆少年人伫遐老话讲出来，都毋是老一辈的人较会讲。所以我感觉题目应该甲变成啥物台语是为长辈遐学来的。因为既然少年人会用面册的老话，就代表讲这个事其实因都已经学起来啊。所以这对我来讲这是我的最厉害的所在啊。对哦。嘿，因为我自细汉甲阮阿嬷做伙大汉。唔是啦。所以你其实是阿嬷的囡仔看。唔是啊。我自细汉其实是互阮阿嬷带大。A few moments later， 我伫我细汉时阵，阿嬷佮咧做菜，有当时伊就带我去，先带我去上课，爱开去做菜。有当时我白目，白目的时阵阿嬷的嘴内底做出一奇奇怪怪的台语，会当播出来互你听。你就安尼罔听，其实到后壁你就会知影是啥物意思。是啊，所以咱就为我细汉的时阵到大汉的时阵为阮长辈遐听来一寡台语，介绍互大家听。也毋过伊即个台语虽然讲有的是字典内底有收的，也毋过有的伊的意思可能淡薄仔无共，所以咱来开始第一个。乡亲啊，紧来哦！万来你就脑xuất啊，来哦，大拍卖哦，紧来哦！哈，我想要来迄领衫卖了啊！无你身躯顶一领摊起来互我好无？哦，好啊，好啊，好啊。做有食真紧的意思，毋过伊阁有延伸出其他意思，比如讲你咧买物件的时阵，你买无，你抢无。所以有当时阮阿嬷伊叫我来食饭，我阁一定毋去食。伊就讲你开遐慢落来你就脑xuất。对啦，我细汉的时阵嘛，定听阮妈妈咧讲即句。对啊，脑xuất。阁耍电脑，你等一下就脑xuất。就是即款意思。对。叫你乖乖踮厝，你唔听啊！甲我出去后面乱走啊！即摆我你青笑原本的意思就是感觉伊的外表是安尼金光闪闪，无就是咧讲一个人穿甲做死镜的，就是甲我同款的意思。哎，对。不要瞎掰好吗？也毋讲伊到最后有延伸出来一个意思，就是讲甲你修理甲足惨的。这句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定听到。是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就足白目的，所以其实我定就是互我的老母摕三更啊，佮有拔电线、竹啊、水管，啥物我拢互输过啊。哎呦！对，因为我最爱应喙应字的。想袂到你细汉是遮尔的无乖卡。而且我甲你讲，就是有一寡爸母啊，因可能囡仔无乖的时阵，就是会走去外口约囡仔。是。毋过阮妈妈无共，就是伊就会伫阮兜内底，然后伊就讲，好，你有才调，你就莫转来。你若倒来，我就青笑。伊就甲我直接锁伫门骹口。啊，真是可怜。对，我足可怜呀。我感觉这出戏足无聊的呢。你是真啊嘛？这出戏伊甲海洋的动物画甲遮尔好看，女主角伊咧演自闭症的时阵，甲遮尔成，多歹看。正暗的意思啊，其实甲好笑真相像，像华语就是咧讲胡扯，毋过伊阁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比如讲害啊，或者是害溜溜的意思。所以有当时你也听到有人你讲一句话出来了有人就会甲你讲你是真暗嘛，就是像华语迄种爸母的意思。嘿啦。害啊！哎呀，死这啊你啦！死这伫咧教育部的字典内底有时光的意思。譬如讲你画一张图，有人就讲你这张图歹甲死这。就是像我画迄种茶头红啊人啦，对，就是有一个圆箍啊，然后佫有手，一支两支，佫有骹，佫两支。你画的图真正歹甲死这呢。对啦，就是这种意思啦。毋过伫装卡所在，佫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比如讲害啊的意思。讲遮的事讲了毋知大家敢有听过还是讲过？因为其实伊这事伫字典内底的意思，有可能伫咱日常生活内底有诶无互记伫咧字典内底。对，就是有一寡延伸的意思，可能字典内底是无收的。是，也毋过这是真正大家拢有捌去用过一寡讲法。而且大家若是看了这集有啥物其他的事，是你感觉讲进前你
嘛有听过嘛，会当分享互阮。安尼咱后一集吼，你也提供互我，后一集咱阁有一寡素材会当来讲互大家听。多谢大家提供题材互阮啊！嘿啦，多谢，后回继续讲继续看，大家一年等，拜拜。